由台南市长黄伟哲、市员蔡淑惠、王家珍、里长徐淑华、大楼委员会主委许惠美等7位贵宾，共同为活动点亮水交社闪耀幸福城进行点灯。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要办点灯了哈，很开心，瑞华里长哦，很别具巧思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办一个点灯。事实上哦，这个耶诞的气氛哦，年末岁末的时候，耶诞的气氛要开始了，是我们除了这个点灯真的是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照亮，而且非常具有这个气氛。水交社原本是空军眷村，经过长期的改建，才成为今摆的水交社眷村文化园区，边仔也是生活机能便利的中卫区。当我住进在世界花园的时候，在第2届我就当主委，那时候我就认为在台南市水交社这个区是非常的漂亮。所以我在第2届，也是在7年前，我就推荐，就很建议的跟里长讲，我们是把世界花园水交社把它弄成很漂亮，好像耶诞城、耶诞城的一个小城市。后来推动了7年，今年透过蔡淑惠的帮忙，然后里长还有区长的帮忙，然后向观光局、文化局争取，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么漂亮的点灯仪式。这个活动会当增进厝边隔壁之间的感情甲互动，并且透过每一个大楼委员会以多元方式共同合作，将社区打造成新的样貌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